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恨爱跳过日改，命运造成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我大本寂寞啊！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如果留言，请挂断；快速留言，嘟声后请按井字键。为呀，世界，世界有无同咯？ 你干嘛随便接我的电话？第一次看阿雷这么生气，难道他真的喜欢唐先生？阿雷，来张一起你。东西啊？哪个东西？这明明都伫海门来，所以你一定请我啊。慢言，老牛嘛该定请物啊。是像哦，那个水晶哦，迄一堆的拆开来千古事，总唔得。真巧无人讲迄么个东西哦，跟你自家讲的哦，佮要表示啊，你要生意了东西，你定请我啊。你请健身啊，我袂看。按还要掉迄个层层心上。亲叫哦，我可能是做嘟嘟的用的人。那张出个3页，
那有真久。唔知，假使哦，你每次都给东西迄一堆的，给你都老记得哦，比如查克、存做幸运物，唔记得啊，久久无分开。哎呦，从早得来哦。竟然签是开的，给纪念品明明就喺眼前看到的。好啦，来哦，我们本日是开的啦。来啦，老木做哦，湿湿。你会做乜嘅？你会用头的啊？哪会调哦？咩唔会调给东西啦？冇，你会调乜嘅？晨晨，你嘅木做哦，特多安排我要强健身呢。来啦，把木做湿湿啦。乖啦，你叫湿湿。好嘞。做乜解你嘅表情咁奇怪啊？有冇都我嘅經驗？真唔係，我係冇想到沒有一個東西。沒有。乜嘅意思啊？阿麗，你看，我妹買了一條要送俾你嘅笨蛋哦，係送到他們演唱第一擺過後，再送俾你嘅。冇想到後來嘅領導就出現。真真，嘅老領導已經係過去式啦，不過唔會個繼續啦。真嘅係解啊！哎，謝阿姊啊，你哦送人東西，你咩看有誠意的呀？還問過唔可以條紀念片，竟然一條不見。當然，一條人嘅心啊。出櫃，你記得同我講啊。韓哥，做粉醬海鮮包。好啦。我早就把他 fire 掉了，一天到晚丟三落四的，有时候还给我忘记来上班，一个腦袋不知道在想什麼。不把他辭掉，我看我的店啊，遲早會被他拖垮。用咩暗用啊？用乜啲啊？太子，我過去那邊請嘛。哎，太子，等下嗨。如何，请问你觉得夏雨的创作怎么样？嗯，不错啊。我的意思是说他很有自己的 style， 蛮有特色。就跟你说嘛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，而且也有一些自己的粉丝哦。如果可以好好的继续栽培的话，将来一定可以大红大紫的。嗯。王制作，也许我安排一下你们见面，聊一聊对音乐的概念，也许你们会更有感觉哦。琳达，说实在的，
现在表现抢眼的新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。我想你也知道，现在电视打开一大堆，除了实力，我觉得机会更是重要。至于这机会怎么把握，我想我们双方都要好好的拿捏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待会还有事情要先回公司。晚上我们可以再好好聊一下细节。你放心，我今天整个晚上都留给你。我先走了。这过来，其他人呢？所以向第一人配起有讲，其他人伊唔得招因来啦。你讲，其他人怎么嘞？你就去告班嘞？狗硬跳，硬迄跳假呢，对嘛？阿克，恁搭很多个银行监督咩？家个系统又较好着无啊？唔对，不过恁搭阿姐穿得超辣的，共有事情会出去啊。我想继续过唔会通嘞啊。你讲，到本意咯？谁过来？阿瑞，你会打电话给恁搭无？看家个系统又较好着无啊？唔是的啦，其他人太硬嘞，要照顾自家啦。阿瑞，恁搭本去啊？又唔会吃醋，哎呦，迄真加伤家个身体诶。应该迄无问题，怎么出去啊？唔就遐用啊？总系无差伊个用诶，莫怪哦，佢之前会离开你。我猜疑。之前，我真准备从头
无照顾到伊，你也经营个经常，有咩按用？明明记得讨我个顺风，不过我做无法度留注意力俾你个顺风。咁喺几时节，其实我冇安落去嘅。咁会知道我侵犯，讲出安样，无负责任嘅话。唔爱我用来讲啊。你敢唔会知道爱情真奇妙咩？爱到嘅世界，你会看唔清楚。等你退一步，你才会发现，人真经烦恼嘅，唔系现前，迄唔係自家愛嘅係乜嘅？阿瑞，今日下點自家想愛乜嘅麼？对啊。喂？什么？跟王制作碰面？啊，晚上？好，那待会见，拜。阿瑞，唔條甲我講嘅王制作，係音樂嘅製作人咩？係啊。太好咧！我就知哦，聽說會有製作人過嚟簽名嘅。其實咩咩記得親愛啦，係領導人嘅小姐啦。琛琛，啱條就讓我傾下內容。唔好啦，我又冇了解音樂，韓國。琛琛，之前我嘅想法想要音樂，不過了下冇強用咧，因為我尋到一聲音。本來知道，佢比音樂還較重要，了聲音就係你。是了下開始，唔講你想法，也係音樂，我都希望有你強下參加。阿瑞。韓國我了下親啲，我愛係乜嘅？早上的事情我们晚点再聊吧。琳达，现在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以为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开会，就只有你跟我2个人而已啊。王制作，我想你还是见见他本人比较好。来，阿磊，坐。坐。王制作，这位就是我下午跟你提到的夏玉雷。这位是。这位是我的，他是你的助理吗？长得不错啊。助理小姐，你好，我是王制作人。你有没有考虑来跟我啊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我愿意替你出一张照片，你觉得呢？谢谢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，不要动手动脚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我助理。啊，
是我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女朋友又怎么样？女朋友很尊贵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在这里郑重的告诉你，你呀，一辈子别想跟我们公司合作。那更好，跟你这种自尊人合作，我还怕会玷污我的音乐。你，珍珍，我们走。哎，琳达，早上的事情我们好好聊一聊吧。不用谈了。阿瑞，俺勇敢好，给冲片。我哈玉嘞，做在接触我自家的音乐，无人发现。不过哦，我绝对做唔到接触哦，因为我日本嗰只色过吃豆腐，唔知嘛？阿瑞，什么？讲你冇解法，你又冇解好什么嘅？不过，琳达根本日应该请上忙，张老二安排根本日嘅约会，俺用照睇，伊唱冇几好。係啲啦，係俾個情歌機會哦，感謝佢啦。誒，同下酷唔酷啊？有样素本你诶，都要他喊头个胸去搞酷不酷？身材。對啦。喂，我是。琳达，你不是说你跟阿雷只是朋友，为什么刚刚却以情侣的方式在我面前出现？对不起，之前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的感情，所以对你说了谎，真的很抱歉。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说对不起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，阿雷他不属于这里，他不属于你，他是我的。阿雷他不是商品，他不属于任何人。不要跟我讲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你这个伪善的女人。琳达，我为我之前对你说谎道歉，可是阿雷和你已经是过去式，你不能控制他和其他人交往的权利。而我从今以后也会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去争取。争取？你把阿雷的才华埋没在这个穷乡僻壤，就为了你自己的幸福，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？爱情是双方面的。阿雷说过，他和你已经是过去式。你不觉得现在自私的人是你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疯啦！你以为你可以给阿雷什么？你能给他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吗？你能给他一个灿烂、充满掌声的舞台吗？对，我无法给阿雷任何舞台，但是我知道，阿雷他一定会找到他所想要的任何一个舞台。你无法帮他，就退出。你不要这样，爱情不是给予，或是交换礼物。不要像小狗一样撒尿占地盘。我跟阿雷不是交换礼物，
我们是相爱的，他是爱我的，阿雷是爱我的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琳达，你不要这样，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很可怜。收回你的可怜，我可以证明阿雷是爱我的。如果我不能做到，我愿意马上退出。你要怎么证明？一个赌约，你敢吗？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如果留言，乖，你有冇问你讲？大姨讲时候了。小姐你好，我找李玉莹。哦，没有做了。那，你知道她新公司的电话吗？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我找李玉莹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她女儿。你是她女儿？我拜托你跟她说一下，出来做事情哦，专心一点好不好？人家客人点花钱，他给我送鱿鱼羹呐。上班迟到还说找不到公车站牌，现在是怎样？那他现在在吗？叫他去送个外卖都已经2个小时了，还没有回来啊。哦，对不起，那我等一下再打好了，谢谢哦。喂，阿雷，你快点来救我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你先别哭，快点告诉我。阿雷，我好害怕哦，那些人好像喝醉了，一直拉我去旅馆，怎么办？琳达，你先想办法拖住他们，不要跟他们硬碰硬，知道吗？那你在哪里？赶快告诉我，我去找你。哦，好。喂，医生，看一下约定的时间吧。一切都证明了阿雷是属于我的。劝你还是先回家吧。阿雷一定是有事耽搁，我会等他。你还不懂吗？阿雷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要过来找我，而且他还叫我帮他安排再跟王大制作人见一面。不会，阿雷不会骗我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头看，阿雷绝对会往我这个方向走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相信阿雷。喂，阿雷，开机哦。
我冇計咯，你老妹講天花。小勇，我去老廟要見面，有老師咪叫我過去。好，你等下，聽錯我等先生哦，先生讓你叫我過去啊。好，再見。最新消息，最近有網絡之狼性侵。哇，他会喜欢我画紫色眼影还是蓝色眼影呢？据了解，好烦哦！哎，还是我一边画紫色一边画蓝色。也请各位经常不行啊！如果这样，他觉得我太 fashion，根本就是当情妇的料，不把我娶回家当老婆怎么办？年纪从15岁到41岁不等。据了解，已有4位女网友受害。小姐，请问要喝点什么？红茶就好。谢谢，稍等哦。眼影眼用跳跳啱啱，冇買幾好咧。小勇哦，聽錯冇想俾你哋，係個你強強嘅皮定嘅，到時就聽錯咪到埋 con 啊！咁我起日啥？唔興啦！你唔好利用幾 con 辣妹哦。哎，然后你相熟，这个快乐女孩啊，听说係誰來的？誰來啊？玩咗快樂女孩，真嘅人變態誒！就係啊，佢講啊，知道冇問題，我唔可以請你跟下來啊。佢天拜來哦，出蚊多啊，真嘅你冇食啲嘢。誒，有可能啊，佢都會喺度變裝哦。终于可以跟阿虎见面了。昨天晚上紧张到都睡不好，哎呦，黑眼圈都跑出来了。还好我提早1个小时出来，要不然就来不及补救了。志玲，我可以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长得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？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只会让自己更紧密。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。所以，我情愿花27年的时间，不是25年的时间，来等待宿命中的恋人呢。志玲。Hello， 那我坐你对面可以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在等朋友，你可以换别的位置吗？你是小小吧？我是快乐女孩。真嘅係快樂女孩誒！大佬，你講啊，快樂女孩真嘅係誰來誒？有啊，有啊。你是快樂女孩？你怎麼會是快樂女孩？小小，你不要這麼激動嘛！有人在那個網絡上的昵稱，叫做沙漠蟒蛇或是水瓶金魚，可是也不見得就是住在沙漠，或是就是一條金魚啊。我當然知道人跟金魚不一樣啊！你怎麼可以騙我你是女生？小小，我沒有騙你啊！我從來就沒有說
我的昵称就是我的性别啊。那些都无所谓吧？我是很开心可以跟你交朋友哎。我要是知道快乐女孩是个男生的话，疯了也不会跟你做朋友。我是男生或是女生，有这么重要吗？当然有啊，你根本就存心耍我嘛！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小小，你真的误会我了啦！我要走了。小小，你不要走嘛！我没有骗你的意思。网络上大家都会隐藏自己身份的嘛。变态！我不是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是真心诚意跟你交朋友的。你不要走嘛！你说，你明明是一个男生，为什么要假装成女生，欺骗我们家小荣？我是真心诚意跟小交朋友的，况且我这个年纪还迷恋偶像，那我怕被人家笑嘛。跟网友交换心得，这样有不对吗？他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耶。你尊姓大名啊？我叫金城武。我还刘德华嘞。我真的叫金城武嘛？我爸照族谱排的，我是陈字辈，然后我又是排行第5个小孩，所以我真的叫金城武。别人虚构身份，是因为要上网打发时间，随便瞎哈拉就算了。我们小荣啊，可是掏心掏肺把心事都说出来，还把你这个快乐女孩当成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哎。我知道，我也是一样啊。你们不用再说了，反正我妈妈不关心我，现在连我自以为最知心的快乐女孩，结果都是个男生。反正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可以相信的人嘛。小荣，秀友，小勇，小勇，其實所有嘅人都係關心唔嘅，係冇見過人太知道什麼，咩唔可以啲，你可以試下諗用要見面，錯冇？我啲記咗錢關心我。唔過不管用嘅，一個快樂女孩係有心咩，還係無意嘅。大三人都親難接觸，被人欺騙、或背叛的感覺。學長，我知道自個辛苦時，心情我還想要遇到一個知心的朋友，原來係很困難的。小勇，你莫按用想啊！你給你聽錯會先付出真心，騙人將你強用的用真心來回報你，講也沒有可能因為按用，個人傷害到動車、動聽。不過假使你就久久的老人保持距離，那都按用。
就能报复自家。其实天土要分自家，行业故事到心要去呈现啊。小勇，讲到要用的这，可能继续迄一生命的课题，先生要无答案啊。你们家有什么人？我家有爸爸妈妈，还有4个姐姐，他们都住南部老家了。你4个姐姐都没结婚？嗯。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算是有吧。哎，什么叫做算是有吧？我最近认识一个以结婚为前提的女孩子啊。你一边跟小荣交朋友，一边要去认识以结婚为前提的女孩子？不是啦，我跟小只是谈心的好姐妹，跟那个女孩子不一样，我有在认真想结婚的问题，我真的不是坏人了。如果呢，你们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还要跟另一个网友见面，可不可以放我走啊？你还要赶拖？你太差劲了吧！一天见几个网友，还说是真心跟人家交往。我国中就念男校，都没有谈恋爱的机会，那好不容易认识小一个女性朋友，还有以结婚为前提的林志玲嘛，可不可以好吧，那我们也不为难你了。谢谢。哎，如果以后我们家小荣不想跟你联络的话，你也不准再烦他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没问题。那我可以先走了吗？可以。哎，先把这桌的账结一结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讲，我已经总过来啦。做乜嘅？因为读册阁有老师面阿姐对抗小荣嘅名友，让爱甲伊溜到了为总人面少啦。哎呦，你下你做来咧？你嘛去看小荣嘅名友上到嘛嘅荣恩啊？冇听错，系新闻普透嘅改改网络之人咧。哎，等下，你嘅姨父小荣嘅名友喺网络之人。系啊。跟你按车又按爱，你喺街边要做乜嘅啊？以後係你留下來做聯絡中心啦。阿哥。佢哋約定喺邊啊？家附近嘅他們學生店。好啊，做過啊，阿姨看下錢嘢。一個快樂女孩啊，雖然沒拍你，不過唔係乖乖呢。講起來哦，懵懵呢。錯啊。阿小勇咧，因為最近到兩三啲嚟要談情說愛啊。唔係日頭嘅談情說愛啊，捱到喺上一樓兩個連踢撞在去，就唔會浪費啊。做啊。阿小勇老名友走嚟啊？佢老陳先生走嘅啊。嚇？陳先生？陳有來過？
我到天花险起来啊，跳下伊吞小用这位啊。啊，佢今日講乜嘅？然後佢今日講起來無法醫啊。小勇老嘅乜嘅網友咯，快樂女孩，用啊？年代係冇用吧？不過太子冇想清楚，莫名其妙就讓人打到被死。啊？我係看佢來電小勇啊，我係挖到佢去做乜嘅？根本冇必要答應啊！看咯，聽說沒乜嘅正妹啦，要麼你妹唔會辣手摧花。唔知搞，看這片出啲嘢啊！你是丁志玲？对啊，没错，你是阿武吧？我好像走错了。哎，没错啦，你看你包包上面的吊饰就写着阿武，你错啦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